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来报道研究有关于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第70每集有一个10篇文章哈。今日的主题就是报道文章客家西农的完全落实一个善用科技的研究，一个附贴栏啊。cái文章篇，文章嘅释义对照着嘅一个第66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来认真了解客家白话文，有研究也有文样嘅哈。在我们报道之前呢，非常嘅感谢一个呢非常爱上爱国嘅一个做专业博士啊，一个周神一提拿出来，就来写来一个散文叠文来做一个陈述与鼓励，非常的感谢一个爱上爱国的一个做专业博士，一个也系医生的专家喎哈，以时尚本上过来，一个台湾国家地图里啊，来做一个演讲好嚟讲今日嘅主题。一个客家西农已完全落实善用生物科技研究发展，一个附贴栏成就非常的好。一个报道在农业社会里，家家户户都有学做嘅，忙有企业化之前。演变成呢一句客家话俗语所讲，家中无学做就不成家嘅话题。在当时学做嘅事，同时老上人又讲，穷人莫填表客，爱学做嘅。夜里所指嘅系学做嘛，有钱人爱学太皮做，人要靠把门风，同时又记你讲，穷苦人傻，田园爱种菜，有钱傻人田园爱来种树嘅种花，也都当有经济理论实际的讲法，详细同意论起来也是相当有道理，但是当前虽然已经进入科学化、企业化嘅时代嘅，小可基本上来讲嘅理论还是十分可用啊！反讲，当前能够将一样变白样蓝化嘅宜庆坊生物科技公司啊，嘅董事长还能李完全落实。推动卑南乡、卑南村517号巷20號天花lan8一個223-959lan8嘅哈，推動嘅223-959，在60年前，天然父母對台南嘅學甲遷徙來到台東卑南鄉時，經歷生活上嘅困苦，還係秉持客家精神，刻苦耐勞嘅精神來過日的生活。同時，你完全落實不忘強港依託嘅敬愛精神。仔细拿出来，就從台東農到初農並出身果農，在教6年期間，不論學科、學術、操行、成績等等，都係名列第名。得到台東農教推薦參加屏東農專3年制嘅甄選時。又得到屏東農專3年制農藝科嘅頭名入學，
并以优秀高材生嘅来毕业。李文全老师在校时专攻演艺画作，毕业後又得到武校，就係台東農校延聘做教師，並隨時與屏東聯絡客家嘅小家千金小姐結為連理，成家立業，並開始在屋下精心研究各種胡鐵蘭。李文全老師在台東農校擔任老師到退休期間，一直以教學、研究、繁殖、種植等綜合嘅進度，並結合善用生物科技，在研究與開拓胡鐵蘭花嘅消費市場，又拓展成立嘅宜興坊生物科技公司，擴大其經驗。現下又有全亞洲最好最先進嘅胡鐵蘭嘅培育實驗室，開發了一樣變百樣嘅胡鐵蘭蘭花園有四大廠，分別以皮質、幼苗、生長、開花、一系列一貫作業來經營。董事長李文全老師又遇到非常成就，建立嘅胡鐵蘭花嘅王國，不但建立咗台灣胡鐵蘭花嘅旗號同時打響嘅國際名聲。客家先生李文全老師實在認真，有才情有才調，河洛話講讚，非常嘅有效。根據董事長李文全老師自稱，今本年又遇到成就，客家在價位才開始經營到一兩下，10萬認真來當處理一級，得到在校老師教書為等等的指導，並且上天賦予也都開發複製胡鐵蘭來填機一個機會，將有也都成功。董事長李文全老師又透露，表示最大嘅心得與快樂嘅係乜嘅呢？將優秀又有人人欣賞獎嘅胡鐵蘭，以複製嘅方式技術培育成一樣變百樣天然嘅胡鐵蘭，也可以講得胡鐵蘭而嘅來源地圖裡非常多種一個就係董事長李文全老師所研究培養出來嘅。董事長夫人係喺屏東聯絡嘅客家妹相當有滿意誠實。自家嘅老公董事長李文全講46年來親筆李董事長專精開發批出很多花樣有獎嘅胡鐵蘭，同時表示愛花惜花做得美化人生心靈的快樂，以至於自身的境界。董事長李文全老師打響嘅國際名聲，有本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公會一致推薦，推崇縣委理事長，領導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嘅發展。客家先生李文全老師實在認真，有才情有才調，實在認真。今日嘅報道簡單對嘅，再講
一个李董事長、李老師嘅夫人係林樂橋家嘅千金小姐，非常嘅善待人客，以及付出一個李萬全老師來做嘢到蘭花一樣變白樣，也就會講啊，一種花變成白樣花嘅蝴蝶蘭，都打出咗一個現象，全世界都係非常嘅有名啊！以上報道都係這個。至於文中所寫嘅個客家施恩強嘅主題啊，希望各位鄉親亦共有一個25嘅啊一個詳細嚟讀，增加我哋客家嘅語文嘅深度、發度、正確度，爭得到客家語同文嘅共立安尼嚇。呢個呢，讓我專門講施恩強咯，因為我對讀書多見，民國57年多見啊，都會研究施恩強，同時了解佢同四海太平洋一個四種語言嘅不同與關係嘅所在。但是文章上呢，文章上只有寫施恩強嘅，像其他嘅鄉親。強調嘅鄉親多多了解語言兩岸啊！一個圖文地圖裡啊，有一個安度法，可以大家詳細來看哈。同時李萬全老師呢，神秀有神，木沙也係做得非常嘅好，一個花園也做得非常嘅認真，功夫也係非常嘅嚴惡喲哈。看提起來呢，就是個董事長李萬全老師啊。嘅屏東人、屏東客家社農，以高度講究蝴蝶蘭嘅室內空氣、陽光、水分、養分等等嘅調配啊，一個夫人啊，也係非常嘅認真實忙在做喎，莫怪唔得雙倍地動，可能伊嘅少不得事業有成，花呢？可以幫大家來做一個美化人生嘅環境啊，所以而家我想藝術到一個人度裡嚟做個參考，確實有呀。一個蝴蝶蘭一樣變白樣哦，樣樣都係安靜嚇，色身各方面也有當到不同嘅素材哦，所以要專精，要認真，有一個天機嚟做一個實驗。將會成功，看到一個實驗室喺度裡啊，這個大家都係認真咯。所以像種共這樣啊，頭擺種共這我用楊梅味啊，共這梅味，但是也唔是喲。種一個蘭花也係相同，用一個細杆呢，一個空啊喺度裡就會發育變成咯當漿嘅蝴蝶蘭花一個。世界出名嘅李萬全老師啊，可以講得幫我哋鉛筆而學路啊，一個非常嘅感謝大家。今日報道就多謝這個感謝大家。神夢按自西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